亲爱的姊妹，大家新年快乐！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，感谢听阮的上帝，你是历史的主宰，你带领人类历史对农业时代一直进步到伫知识经济的时代。愿少念上帝你的恩典，伫新年的第一主日，互阮同齐做伙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。搁一摆通过上帝话，也提醒阮的日子真有限，愿怎样伫有限的人生内底，会当甲上帝同工，会当活出丰盛的人生。愿伫你面前恳求圣神甲阮伫地，加持阮着算效阮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伊的信实甲主爱，带领咱平安经过2021年。伫新年的第一主日，就是2022年的第一天，也就是主日，也互咱伫上帝恩典的中间来看见伊的祝福，也修饰咱刚强壮大的心。面对新的一年的挑战，咱相信上帝甲咱伫地。照台湾人的传统甲文化，伫冬节圆仔食了，咱就拢加一岁。我相信这毋但是咱的年岁增加，我确信这是咱的智慧、咱的经验、咱的信仰，也拢做伙丰富甲提升。虽然今日要通过摩西所写诗篇90篇，求上帝教阮算效阮的年日，互阮通得到智慧的心。新的一年，牧师团也提出，今年咱要用装备甲服饰做咱新的一年的主题甲目标，邀请咱兄弟姊妹三甲做伙来参与受训练、参与服饰。但伫新年的开始，牧师团也做一个改变，毋望所有的讲道的主题、圣经拢共款，但是内容会当小可有无共款，但是 outline 大概拢共款。安尼意思就是要互教会有共款的目标、共款的读经的进度。咱伫教会外面已经有准备好势，咱今年的读经的进度，希望咱会当伫礼拜了后，咱来睇，咱做伙读圣经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甲祝福，伫咱新的一年的中间。今咱所读的圣经诗篇90篇，咱知影这段的圣经是咱真熟的一段圣经节。是摩西所写的。伫40岁的时阵，伊伫埃及的王宫大汉，特别伫摩西的时代，是伫法老王受迫害的年代。伊老母真毋甘，就将伊放伫一个篮仔的顶面，然后互尼罗河安尼流，拄啊好流到伫这个法老王查某囝伫即个尼罗河边仔咧洗身躯，看见一个篮仔甲拍开，一个红婴仔遮尔啊高水，就甲收留做伊的囝儿。摩西前40年拢伫埃及的王宫大汉学习天文地理，真侪知识甲财物拢伫埃及的王宫内底来学习。总是有一摆，伊看见伊的族群的人受埃及人歹款待，伊就出手甲因拍死。无拍算这个代志，互法老王知影，不得不摩西爱逃走，到伫米甸的旷野的所在，伫遐结婚生囝，40天的时间。安尼就是讲，摩西已经80岁啊，伊想讲伊80岁差不多啊啦，会当去上帝遐。所以是无拍算，伫80岁的时阵，上帝好调伊，
予掉伊一个真大的使命，就是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咱中间毋知有80岁兄弟姊妹无？你毋通讲你已经老啊，上帝阁要用你，亲像用摩西共款，阁要使用你来完成真侪要紧的使命甲责任。伫40年旷野漂流的过程，百姓摇把吵、摇啊吵、饱啊吵，无水通啉啊吵，无肉通食啊吵。摩西伫遐挖过上帝，因为咱知影，咱的上帝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就是上帝是供应人教业的上帝，就照时赏赐水泉，赏赐玛纳，赏赐盐吞，或者以色列百姓食甲饱。总是伫这个过程内底，人要破病，要死亡。耶和华以色列这句话意思就是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医治人的上帝，所有的破病，耶和华上帝伫遐医治因。当摩西120岁行完人生的旅途了后，伊回头咧看，伊所经历的人生3个阶段：40年、80年、120岁。伫迄个中间，伊有真侪的感受，所以伊就写出诗篇90篇，通讲是伊的祈祷，伫上帝面前，也人称作这篇的诗篇是人生的诗。对第1节甲第3节，摩西伫迄个所在咧表达，耶和华上帝，伊是永远的上帝，伊充满信实甲慈爱。对第4节到第12节，摩西伫遐深深体会人生的第站，空虚，亲像梦共款，一梦念久就过去。总是到第13节到第17节，伫遐描写咱的一生所受到苦楚的年，若毋是上帝的恩典，咱一切代志拢袂当得到顺利。人会当得到成就，毋是人的熬，是上帝的恩典。这个就是摩西伫诗篇90篇的中间，深深来描写伊生命的历程。我相信，这也是咱每一个人人生的生命的历程。摩西的信仰也正做咱的信仰。当咱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我相信，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拢充满信心，充满盼望，因为咱要好好珍惜新的一年的日子，咱也要来算上帝予咱的年日，也予咱会当无浪费时间，活出智慧的人生。头一个，咱要对这段圣经来看，算家己日子的意义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伫人生的过程内底，请问咱上后算的是甚物？我有事后调查，讲当人上后算就是算钱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5年领到退休金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咱每一个人上后算就是算钱。美国人足欣赏台湾人，讲台湾人有够会算钱，几万块就当拍开，真好算。但是咱常常咧看咱的银行簿啊，还阁剩偌济钱，毋知有阁加一粒零无，阁加一个零无，愈加愈济，咱愈看就愈欢喜。哇，我的钱愈来愈济。总是咱拢无爱算家己几岁。若问咱中间的姊妹，讲你即摆几岁，会袂当问，这是秘密因为咱真无爱去想讲咱即摆几岁，就是80岁欧巴桑，你甲伊讲，哇，你亲像28岁共款，哇，伊嘛足欢喜的，伊安尼哭哭都有咧死，阁叹到死，伊的心内足欢喜，讲愈看愈少年，咱拢无爱知影咱几岁。事实上，
咱的日子一天一天咧过去，咱的年岁一年一年咧增加。过去的日子永远无法度转来，咱想要迄个时间小甲停者，无啦去小甲动者，莫阁行，莫阁行，时间莫阁过啊，但是无法度就一直行呢。摩西讲，咱的日子亲像大水甲咱冲去，咱挡袂牢，因为日子过去袂当阁倒转来。科学家讲，这是不可逆，袂当阁倒转来，咱敢若会当一直向前行。咱日子一年一年咧过，咱的年岁一年一年咧增加。总是摩西教示咱，要算咱的日子。这句话意思是咧强调，上帝赏赐咱的日子真有价值。咱都爱重视每一天，唔通讲明仔载也有啦，明仔载，咱拢咧想明仔载，咱都爱讲今仔日才是咱会当把握的，唔通浪费上帝予咱的时间。伫几千年，通称作文学家，迄个人叫做孔子。孔子真好，伊会晓算人一生的年岁。总是伊咧算的，毋是一个人活偌久、活偌长。伊咧看毋是长度，伊咧看是人一生的深度。所以咱后捌一句话安尼讲：人生不再是长，也是短，在伫会当活出丰富的人生。孔子伫伊的册内底就安尼讲，咱的人生的每一个坎站，讲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将心所欲。讲每一个人生的10年，这就是生命无共款的经历。30岁，一个人活到30岁，就是会当立志。立定伊的志向，伊爱成家立业，所以30岁的时阵，咱都爱娶某，爱嫁翁，爱生囝，这是人生的一个坎站。总是到伫40岁的时阵，咱会当明白一切事理，咱有坚定的心志，无犹豫，无受迷惑。总是咱今仔日拢无共款，咱今仔日40岁的时阵。一个太太，佫无够，佫有小三，佫有小四，佫有小五。咱常常受迷惑，总是到50岁的时阵，伊讲都爱知影凡事有上天的旨意，当代志有上帝的旨意。50岁了后，咱就知影咱的一生已经到伫上成熟的阶段。咱袂当佫亲像30岁的囡仔，一年换24个头家，倒来食尾鸡佫早早。就是定定咧换工作，换迄个也袂好，换迄个也袂好势。咱到50岁，应该是人生上成熟的坎站。到伫60岁，就是听到什么代志，咱毋通有负面的想法。听到什么代志，咱的心内拢会当了解，会当明白，会当知影一切代志。人生到伫70岁的时阵，就是什么代志。咱拢会当真自由去做，但是无超越规矩。这孔子伫几千年前，伊就甲咱的性命，伫每一个坎站，已经拢了解，拢明白。人生无共款，人生的阶段甲经历，毋知你到底人生什么款的阶段？伫无共款人生的阶段甲经历，拢有无共款的责任甲义务。伫30岁时阵结婚、生囝、爱饲囝、爱摇囝、爱笑囝，总是到40岁、50岁了后，囡仔已经较大汉啦，所以咱人生的无共款的阶层，拢有无共款阶层的责任甲义务。总是伫无共款人生的经历内底。要互咱学习的，就是感恩甲惜福。咱的年岁增加，毋是伫遐怨叹，咱应该感谢上帝，互我的人生愈来愈成熟，互我的人生
愈来愈谨慎，会当知影活出上帝所欢喜的生命。虽然会当学习算家己的日子，就是上帝给咱日子的恩典，咱拢爱把握。无论你活伫什么款的人生的阶段，拢爱感恩，拢爱祝福，拢爱珍惜上帝给咱的日子。所以咱将所经过的日子，要甲伊变做有意义的人生。感谢上帝，伊真疼咱，互咱每一个人一天拢24点钟。请问咱中间有人一天过25点钟的无？无啊！上帝互每一个人拢共款，一天24点钟，总是真趣味。24点钟，有人做总统啊，有人做医生啊，有人做科学家，有人嘛咧街仔路扫涂骹，佫真押韵呢，吼。上帝共款，互咱的时间拢共款，为什么差这么济呢？我毋是讲扫涂骹无好，做医生、做科学家较敖。共款的时间，为什么咱的人生会无共款呢？我相信，就是咱怎样伫遐运用上帝给咱的时间。一个人会晓珍惜时间的人，伊的人生一定无共款。都是一个常常咧浪费时间，暗时要读册，遐懵，头壳懵咧。拖啊，佫开者，佫去开冰箱，佫食物件，啊，一天暗时做无啥物代志，心定袂落来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爱互咱伫共款的时间内底，会当活出丰盛的生命。这是咱每一个人拢要学习的。第二项，咱要算家己日子的方法，咱到底要安怎算？诗篇90篇第9节、第10节，摩西安尼讲：阮过了的年岁，亲像土一日开；阮一生的日子是70岁，若是永壮，通到第80岁。为所以摩西伫遮无爱讲人生是90岁、100岁。原来就是伫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，虽讲伊80岁。但是当时出埃及的人大概是20岁到40岁，这个中间，伫旷野经过40年，若毋是60岁，就是70岁，就是80岁，差不多是这种的年龄。所以到伫每一个人人生的晚年的时阵，这以色列百姓伫出埃及的中间通看见，差不多60万的查甫的、女的囡仔无算。那加算算的，大概超过200万的人，总是一个真遥远的所在。就是为什么因无法度入去迦南地呢？摩西嘛无法度入去，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嘛无法度入去，敢若2个人会当入去尔，倒2个人，约书亚甲迦勒，所有人拢死伫旷野的中间。为什么因这么打拼？这么努力，因无法度入去迦南地。我相信，敢若一个原因，就是因对上帝无信心。伫民数记记载，当以色列百姓因行来到伫加底斯的中间，摩西派12个探仔入去到伫迦南地，因看40天了后，倒转来讲：哇，这葡萄真大粒！总是遐人真高强大汉，每一个人拢200几公分，咱亲像草莓啊共款。12个人入去，10个人讲唔通入去，咱入去一定死。敢若2个人讲，这是上帝应允予咱的所在，咱一定爱入去。经过40年落落奔波雕磨，结果无法度入去迦南地。原因就是因对上帝无信心。亲爱的姊妹，咱诚做基督徒，有时阵咱嘛对上帝无信心。当咱拄着经济无好，当咱拄着困难，当咱拄着逆境的时阵，人就埋怨上帝，甚至无爱信上帝。这个就是咱无信心，所以咱就袂当得到对上帝来应允。我相信，伫摩西时代所经历的，
也会当互咱得到一个真大的提醒。这人已经70岁、80岁，咱想到伫今仔日，营养遮尔好，医学遮尔发达，每一个人的平均的年岁，拢会当超过70岁。查甫的会当到伫78岁，女性会当到伫83岁。这是上帝恩典，都是伫过去迄个农业时代流行一句话：人生70过来去啊！讲人生来当活到70岁，已经足无简单的啊啦。我想到伫我的阿公59岁就过身去啊。总是咱今仔日活伫上帝恩典的年代，互咱拢会当得到长岁寿。总是咱照摩西所讲的，用70岁来算。对出世甲读册、受教育25年扣掉，到咱退休65岁到70岁中间，佫扣掉5年，安尼差不多一生对出世到65岁。剩40年的时间咧工作，总是伫这个40年的中间，咱若扣掉困，请问恁一天拢困几点钟？讲正常的人一天拢困8点钟啦，一天1/3一定去啊。工作搁8点钟，2/3搁无去啊，所以剩1/3的时间，所以1/3咧困。1/3咧食饭、应酬、度假、破病、住病院，还佫剩1/3咧工作。算来算去，算来算去，一世人的工作差不多剩10年尔。咱一世人活到70岁，实际上咱咧工作差不多10年尔，是遮尔啊短，遮尔啊有限。咱放伫咱的事业、工作的顶头。所以咱冷静来算，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冷静来算算的，咱真正真有限，咱的人生真短暂。所以咱爱保守、守乐上帝予咱的身躯，上帝予咱的性命，会当活出美好的人生。第二项，咱会当算咱信仰的日子。基督徒上爱用洗礼。顶头先入教会，迄个时阵算咱信仰的日子。有人是加入教会的时阵来算教会的生活日子。有一本杂志叫做《阳光杂志》，伊讲甲一生70岁时间来甲伊分类，亲像甲带3/3分类，讲实际的敬拜上帝，伫一生70岁中间敬拜上帝只有6个月那点。伊讲，真正来甲伊算，每主日用2点钟来做礼拜，一年才用104点钟啦。104点钟是偌久？就是差不多4天外啦。讲咱一年遮尔长的时间，咱用伫做礼拜的时间，才差不多4天左右啦。我佫甲算，讲每礼拜真正来教会。听牧师的讲道30分钟，那30分钟一年加起来差不多26点钟，一天统啊！咱一年遮尔长的时间，咱用伫领受上帝话甲信息，差不多26点钟，一天统那点。总是我相信，咱兄弟姊妹诚做基督徒一定超过这个啦，因为咱伫教会还佫有。服侍，有伫诗班，有伫小组，有伫团契，还佫真侪探访，真侪关怀等等。我相信超过这个时间。信仰是一世人的功课。我伫12年前脑瘤手术了后，要维持真好的生活品质，拢爱食药啊。一天足烦的，我问医生讲：“医生啊，我食药爱食偌久啊？”这个医生足敖的，伊讲：“你食到去上帝遐时阵，就毋免食啊。”
互我想到讲，咱一世人的信仰的历程嘛是共款啊。咱成做基督徒，咱到底要学习偌久啊？我相信嘛是共款，学甲去上帝遐，都毋免阁学啊。啊，只要咱活咧，一天，咱都爱伫信仰、伫祈祷、伫读圣经各方面，咱拢爱伫遐得到操练。所以我邀请伫新的一年，咱也要加入伫小组、伫团契、伫圣歌队、伫诗班等等这服侍。我真意爱邀请恁做伙来参加，因为咱的信仰袂当只有停留伫一礼拜做礼拜一摆。我甲倒讲，一礼拜做礼拜一摆，一年只有用104点钟来定，听圣经的话，才一工外来定。邀请咱伫新的一年，咱伫人生的下半场，咱阁用较侪时间来参与伫教会的服侍，因为咱伫新的一年是装备侍奉年。牧师伫遮邀请咱做伙来参与，做伙来学习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，保罗伫遮勉励所有兄弟姊妹，伊安尼讲：恁着徛在，毋通摇拽，无嫌劳苦为主做工，因为恁知为主做工绝对袂空空。我邀请咱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，互咱做伙来参与伫教会各项的服侍，伫圣言主日学，伫各方面，咱拢会当得到成长。第三项，咱要算咱工作的日子。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才调，通过工作服侍，咱发现生命的价值甲意义。这就是心理学家阿布拉马斯洛伊安尼讲：，个每一个人伫一生内底上悬的赞处，就是自我实现，就是将你对上帝所领受这恩赐、才调、能力，会当贡献服侍伫教会甲社会。伫你服侍表面上是咧付出，实际上咱是伫遐得到信仰的丰富，伫遐得到经验，伫遐得到咱生命的提醒。亲像马太福音第25章，有一个主人交代伊的奴仆，一个人5000，一个人2000，总是5000个，搁趁5000；2000个，搁趁2000，总是迄个得到恩赐才调1000个，毋是讲伊得到1000较少，是讲伊有好好去甲伊运用无。结果伊甲伊代志涂骹，当主人转来时阵讲：你是一个笨蛋的奴仆。只有认真拍拼服侍的主人讲：你是一个忠心的奴仆，会当入来甲我同齐快乐。真出名的文学家欧瑟伊安尼讲：讲一世人，别人工作大概8点钟，我比别人更较认真，我工作12点钟。所以无形中我就比别人做更较侪代志。希望咱的逻辑法是一天工作8点钟，但是有时阵有真侪代志，毋是伫8点钟内底做会完，爱超过这个时间。所以咱若会当用服侍心来超过这个时间，我相信上帝嘛欢喜这样事。咱看主耶稣伫世间劳碌奔波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教导真理，医病赶鬼，伫3年半的时间，伊所做的赢过咱一生的时间。会记得我伫做兵的时阵，伫军营内底流行一句话，最近的报纸有写讲，对103年了后，做兵的毋免阁做兵，敢若做4个月就好。但阮的时阵做3年、做2年，你讲有意义无？有人讲真正浪费时间，有人讲迄是一个真好的训练。所以伫军营内底流行一句话：东混西混，一帆风顺；苦干实干，金华审判。讲啦，伫做兵的时阵毋免伤认真啦，毋免伤认真因为你毋免伤认真，你就会当真平安、真平顺啦。
啊，你若遐认真，伤顶真，遐做无好，遐做无好，拢会去军法审判。我认为，咱的人生毋是咧混啊，毋是咧混。咱若安尼的时阵，咱的性命实在是真可怜啦。所以，咱的国家的军队嘛，实在真可怜啦。一般人掠做代志，一个凊彩摸鱼用混来过日子。但是我认为，基督徒做代志应该是认真的，是顶真的，因为咱有一天拢要向主人来交效。所以咱袂当亲像这做兵的军人共款，凊彩彩。咱爱真认真、真顶真，每一个代志爱甲做好势。伫新年的第一主日，互咱做伙来思考算咱的日子。我相信摩西回顾伊120年的人生，伊知影性命短暂，伊无放纵。我人生就是遮尔短，我就来佚佗，我放纵我的情欲，我念伊就要结束啊！毋是这个态度。摩西直接提醒咱，因为人生的短暂，所以咱都爱珍惜日子，互咱对消极变作积极，咱来算小日子，来得到智慧的心，互咱用智慧，互咱用认真、用顶真来看待咱每一天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天上帝要回答一个信徒的祈祷。这个信徒伊安尼讲：上帝，我一天，我一世人，我拢会爱幸福快乐，家庭美满。上帝讲：安尼我互你7天。伊讲：若7天，我对拜一甲礼拜。上帝讲：是毋是会当剩4天？伊讲：好啦，若4天嘛好，我就春天、热天、秋天甲冬天。上帝讲：若互你3天呢？3天就是昨昏、今仔日甲明仔载。上帝讲：若互你2天呢？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。上帝讲：若互你1天，你要安怎？伊讲：若是1天吼，我就要好好来活我每一天。上帝若互我敢若1天若听，我爱好好来活我每一天。伫德国某一个大学，有一天，这大学生要毕业，差不多600几个学生要毕业。这大学的校长伫遐演讲煞了后，就甲所有学生讲：即使恁毕业了后，恁敢若剩1天的时间，你要做啥？40%学生讲：若剩1天尔，我都爱来快乐啊、啉酒啊、拍舞啊、来找查某啊。中间敢若有一个学生，伊安尼讲：我要将我人生最后1天，我到伫教会中间，向上帝来感谢，感谢伊互我过1天的时间，我也要将我伫这天内底所拄到的痛苦，我的伤心，我甲上帝祈祷。亲爱的姊妹，即使咱若敢若剩1天若定，咱要创啥？我相信上帝是恩典的上帝，要互咱伫新的一年内底保守大家家庭美满、身躯健康，互咱的工作得到顺利，互咱的信用日日加添。阿们吗？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新的年的头一日，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学习摩西，会晓算，会晓算，会晓晓。阮的日子，阮的日子是遮尔啊短暂，遮尔啊有限，阮袂当浪费时间，阮爱珍惜上帝互阮的时间，好好运用，好好打拼，会当为着教会、为着家庭、为着社会做有效果的服侍。主愿你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伫新年的开始，阮会当搁一摆伫上帝面前来珍惜你互阮的性命。阮伫你面前祈祷，感谢我靠耶稣基督